輕鬆置業喜達利家。Hello， 我係喜達置業 Amy。舊年嘅銷冠樓盤，今年一開年又有加推新嘅單位出嚟，同樣嘅積數，有更高嘅實用率，更大嘅空間可以用之餘，價錢亦都係更靚嘅，所以今期就嗱臨過嚟更新翻個最新嘅情況啦。樓盤就係我身後嘅嘉裕九洗，基本準現樓嘅狀態啦，因為所有嘅樓棟都起好晒，就爭住話搞翻內部嘅裝修，因為佢係有送裝修俾到大家嘅。咁望翻我嘅前方嘅位置，就係佢樓盤自帶嘅50萬方嘅灣區一科。地鐵站同商業係有連廊連通嘅，係11號線嘅塘尾地鐵站。咁坐翻11號快線，4個站可以去到機場，6個站到寶安中心，7個站到前海。翻關口嘅交通亦都係方便嘅，10個字嘅地鐵時間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。如果係呢度揸車去深圳灣口岸，大概亦都係40分鐘以內可以過到去噶啦。去福田關口啊，大概就係1個鐘左右；去羅湖關口就1個鐘出頭嘅時間。總體嚟講，有地鐵交通出行都係比較方便嘅。啱先講到嘅樓盤係自己有50萬方嘅灣區一方，係今年嘅年底就會正式開業啦。咁鴻榮園運營嘅商業咧，其實個業態啊各方面都係唔會差嘅。對面呢個位置咧，仲有個華強廣場係已經開咗業嘅，加埋有7層8層，咁體量亦都係有10萬方左右嘅。咁如果話呢兩個商場都仲唔夠大家去行，呢個位置寶安大道直落大概係800米左右，仲有個萬豐海岸城，大概有12萬方嘅體量。咁未來仲會有另外一 part， 而家係起緊有個8萬方，即係加埋又有20萬方嘅體量啦。咁仲有嘅喎，佢對面仲有個已經開咗業嘅生母會員店，所以我哋樓盤1公里範圍內加埋就有超過咗100萬方嘅商業可以俾我哋去行啦。如果係話想要去散步，樓盤自己就配套咗有2.9萬方嘅園林，其中仲配套咗有泳池，以及架空層入邊有健身房、有瑜伽室、有小朋友玩嘅娛樂空間，以及有羽毛球場。如果係話想要去翻啲，譬如話啲山水啊公園，我哋嘅呢個東面就係萬豐湖，另外一面西南面咧就係立新湖，或者係4公里左右可以去到鳳凰山森林公園，所以住喺呢度各方面都係方便嘅。咁呢個樓盤更加係話名校加持啊，2個名校嘅校區都喺隔籬，一個就係寶安愛國語學校嘅真善校區，以及南校區係在建當中嘅，所以住喺呢度，我哋所講嘅剛需3件套係配齊，而且係比較優秀嘅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又去了解下樓盤嘅最新情況。嚟到沙盤嘅位置，11號線塘尾站喺呢個位置，佢係同50萬方嘅灣區一方有連廊連通。行翻地鐵一出嚟就係50萬方嘅灣區一方啦，商業喺今年嘅年底就會正式開業，亦都係有奧特萊斯嘅入駐。成個樓盤一共有248萬方嘅建築面積，可售人嘅商品房係分咗3期開發，左手邊係有1期、2期，以及有個寶安愛國語學校嘅真善校區，佢喺今年嘅9月份就會正式投入使用。右手邊就係我哋今期嘅主角嘉裕九洗啦，一共由10棟住宅組成。咁側邊嘅2個地塊分別係6區同7區嘅共有產權，以及側邊有個寶安愛國語學校嘅南校區喺度。所以我哋呢個學校佢係2大名校加持，以及有50萬方嘅商業喺度嘅。生活方面係比較方便，咁我哋過嚟呢邊有個大嘅沙盤模型，可以更加直觀咁睇翻我哋呢期加推單位嘅情況。加推嘅就係呢個11棟嘅呢個單位，總層高係46層，3梯7伙嘅設計。咁主要賣嘅積數有84平方做3房2廳2廁，以及90平方、94平方大橫廳嘅戶型間隔。而家正對住我哋嘅係0708嘅房號，佢係西南嘅朝向。咁西南嘅朝向高區係可以望到立新湖嘅湖景，以及望遠處嘅海景，景觀係比較 OK 嘅。如果係側邊嘅01房號，佢係94平方大橫廳嘅戶型，係比較通透嘅。在側邊0506，佢係東南朝向嘅
84平方嘅戶型，主要望內園嘅景觀為主。咁另外一側向完全睇內園嘅就係02同03房號，分別係84平方同埋90平方嘅戶型。如果係買翻10樓以下，係可以望到好靚嘅園林景，望一線嘅泳池嘅景觀。咁我哋呢一個單位呢，佢係今年嘅年底就會交樓俾到大家啦，帶埋全屋嘅簡裝。咁物業管理費前3年係5蚊半，後邊就係5蚊9嘅。車位嘅月租卡係250蚊，車位嘅配備亦都係超過咗1:1嘅。因為今日現場真係太多人啦，咁我哋而家就上去睇示範單位。嚟到11棟8樓嘅位置，咁呢個係東北朝向90平方做3房2個廁所嘅戶型。入嚟先睇個廚房嘅空間，呢一個樓盤嘅即係啲戶型間隔廚房都唔算得特別大，就算90平方呢個廚房嘅空間都係稍微緊湊啲，但係企2個人煮嘢食係冇問題嘅。下邊嘅廚櫃係有做星盆有嘅，譬如主食3件套，上邊嘅吊櫃就要大家後期自己去加翻啦。對落嘅呢個甩位可以按照示意咁樣擺個鞋櫃啊，或者係做個到頂嘅玄關位喺度，增加啲儲物嘅空間。行入嚟，我哋先嚟呢一個位置褪翻出嚟，忘記講嘅雪櫃位，預留嘅雙開門嘅雪櫃位置整好晒噶啦，大家後期擺翻個雪櫃就 OK。雪櫃可以話由我哋公司回贈翻俾大家。再過嚟係飯廳嘅空間，呢個飯廳嘅位置擺個4人嘅長台，好似而家咁係完全冇問題。再入嚟就係客廳嘅開間啦，擺個大梳化，對面擺個大電視，個觀感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後期交樓嗰時，牆面就係做咗白色嘅乳膠漆，上邊嘅呢啲吊頂係有嘅，咁下邊地面就係做嘅瓷磚。交樓嘅標準咧，稍微比較簡單，但係基本上都有幫我哋處理好一啲基礎嘅嘢。露台嘅空間大細係比較 OK 嘅。咁呢度直接望內園，呢個內園嘅景觀係我個人覺得係好靚嘅，有望到一線嘅泳池景同埋啲園林嘅景觀。咁如果係買84平方，如果係買翻05嘅戶型，亦都係可以望到類似咁樣嘅景觀，景觀係好靚嘅。我哋先嚟睇呢個房間。呢間房間係同主露台一樣嘅朝向，所以望出去嘅景觀亦都係靚嘅。如果想要睇翻靚啲嘅內園景，買10樓以下會比較 OK 嘅。夾埋窗台整咗個榻榻米，但係其實佢呢啲窗台都係全部可以剝咗佢嘅，大家就後期視乎個人嘅需求，剝唔剝定係話要咁樣去整翻個榻榻米都 OK 嘅。出嚟嘅空間眼見就係好闊落，可以擺到個1.25米嘅長台之餘，仲有空間做翻個衣櫃位喺度。OK， 過嚟對面嘅套廁呢個廁所嘅位置做咗可以講係兩段式嘅設計。咁呢個淋浴區就未做乾濕分離嘅趟門，後期自己要去加翻。座廁係有噶啦，再出嚟係洗手池，但係鏡櫃係冇嘅。OK， 入嚟睇下呢個房間。呢個房間嘅空間稍微細啲啲，但係都夠用噶啦。窗台呢一個窗台，我覺得就可以唔剝，保留佢，做翻個書台嘅設計。呢一側做翻個衣櫃，床褥就擺翻喺呢邊。按照而家咁樣嘅擺設係比較實用啲嘅。OK， 入嚟睇下主人房嘅廁所。佢呢個廁所嘅淋浴區比啱先嗰個客廁仲要再闊落好多。咁自己加翻個趟門就 OK 噶啦。出嚟有座廁，有洗手池。但係鏡櫃要自己後期去加翻嘅。再出嚟睇下呢一個主人房，佢嗰個窗台真係好牙定，整咗個咁大嘅窗台，當然啦係為咗送面積俾大家。最大嘅好處就係佢係可以剝嘅，剝咗佢之後
擺個米半嘅床褥喺中間，嗰個留翻做過渡嘅位置，可以做三面落床。咁呢一度，可能我哋攝影師要跟過嚟呢一度俾大家睇下主人房嘅呢個景觀，亦都係靚嘅。望翻我哋嘅內園嘅景觀，直接望泳池嘅一線景，同主露台同隔離嗰間房間望出去基本上係一樣嘅。咁呢個房間嘅空間呢一側亦都係闊落嘅，過渡至少有個80cm 左右。咁呢一邊，不過而家呢一個櫃嘅位置就唔係足尺嘅，350嘅就。如果係做個60cm 嘅櫃，大概到呢度過渡都仲係有少少空間嘅。咁側邊要擺翻個梳妝台啊，亦都係 OK 嘅。咁睇翻呢一個單位嘅價錢，總價係403萬到420萬之間，1.5成首期係60萬上會，30年月供，每個月還款大概係14500蚊。咁如果係話聽日即係3月7號開盤當日前100名認購嘅客戶咧，仲有回贈5000蚊嘅購物卡嘅，可以去一方城行街飲食買嘢都係 OK 嘅。咁我哋再去睇個94平方嘅戶型，我身後呢個過渡入去嘅就係94平方大橫廳嘅戶型。呢一側係電梯廳嘅位置，3梯7房嘅設計。咁佢呢一個好長好大嘅獨立嘅入戶過渡都係由呢一戶私享嘅，所以後期呢啲空間就可以話合理嚟利用翻。OK， 我哋直接入去睇戶型，一入門就有個贈送嘅窗台嘅空間，直接喺度做翻個玄關嘅位置，入戶嘅玄關位可以話留翻少少，做個軟墊喺度換鞋係好實用嘅。我哋先入嚟睇廚房嘅空間。佢呢個戶型咧，其實做得幾得意下嘅，係即係同我哋常規見到嘅橫廳嘅戶型可能有好大嘅區別。廚房就好闊落啦，呢個廚房深腰型嘅廚房操作台，星盤有嘅，下邊嘅櫥櫃都有嘅。咁上邊嘅吊櫃啊、煮食3件套就要自己去整翻啦。呢個位置預留嘅雙開門嘅雪櫃位，雪櫃亦都係由我哋公司回贈翻俾大家。出嚟直接睇下呢個飯廳嘅空間，飯廳側邊亦都係有贈送個窗台嘅。呢個窗台就可以話做軟墊、做休閒嘅空間又得，或者係做櫃桶、做儲物空間。上邊嘅台面用嚟擺嘢都可以。咁佢而家擺嘅呢張長台就稍微保守咗啲啦，可以擺個圓台或者係擺個6至8人嘅長台，完全係夠位嘅。我哋過嚟睇呢一側嘅廁所同埋睡房嘅空間。廁所空間嚟講係闊落嘅，但係廁所嘅窗台係唔可以駁嘅，呢個駁唔到。但係如果話淨係呢個企缸位，亦都係夠晒闊落㗎啦。後期自己加翻個趟門就可以出嚟。呢一個位置就係個洗手池嘅位置。咁入嚟係第一間睡房，呢間嘅睡房嘅空間其實我個人覺得已經係算好闊落㗎啦。窗台剝咗之後，擺個米半嘅床褥，大概其實亦都係到呢個位置，剩翻嘅空間可以擺床頭櫃，可以做到個3、4扇門嘅衣櫃位喺度嘅。OK， 我哋過嚟睇下呢個客廳嘅空間。客廳因為佢做嘅係橫廳，所以後邊嗰度係飯廳，呢度就做咗客廳。開間嚟講可以做到個3米半到4米嘅開間都冇問題嘅。我哋出嚟睇下露台嘅空間大細。哇！呢個露台有個1.6米左右嘅開間，如果係長度有個3米幾嘅，呢側就主要望翻內園嘅景觀，再轉過嚟可以直接望翻50萬方嘅灣區一方嘅頂蓋。如果佢夜晚開咗燈之後，金光閃閃，個景觀亦都係靚嘅。OK， 過嚟呢度係第二間睡房。感覺同啱先睇嘅第一間睡房空間朝向都冇太大嘅區別，咁其實呢一度可以望到隔離嗰個共有產權嘅花園嘅景觀，仲算可以嘅，空間係夠用噶啦。OK， 我哋嚟睇下主人房。哇！呢個主人房好闊落，陣間先嚟睇出面嘅空間，先入嚟睇下呢個廁所。佢係做咗可以講兩段式啦，因為後期自己加翻個趟門就 OK 噶啦。不過佢呢道門喺呢度。加趟門就要設計師專業嘅人去做翻啲專業嘅嘢，諗下點樣解決呢一道門要閂翻，呢度又要加翻個趟門嘅問題啦。咁呢一側就係座廁，再過嚟就係洗手池，後邊鏡櫃係要自己去整翻嘅。OK， 我哋出嚟睇下呢個主人房嘅睡房嘅空間，270度嘅採光面，同埋有贈送個270度嘅窗台。贈送嘅面積係好足嘅，所以呢一個戶型嘅實用率咧係達到咗94%，基本同新規嘅呢啲單位嘅實用率係差唔多噶啦。所以個空間嚟講好闊落，
窗台你剝咗佢之後，哇，簡直擺個1.8米嘅大床有3面落地之餘，呢度其實我覺得可以整翻個稍微獨立嘅衣帽間喺呢個位置嘅，非常好用下呢個空間。咁睇翻呢個單位嘅價錢。總價係420萬到430萬之間，1.5成首期係63萬上會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大概係15100蚊。OK，咁今期嘅戶型價格就睇完啦，落去總結下樓盤嘅情況。落咗嚟1樓花園平台嘅位置，園林係有2.9萬方嘅體量，所以平時落樓散步嘅空間係比較足嘅，而且鴻榮園做嘅呢個園林嘅綠化亦都係做得比較 OK。咁我身後嘅呢個位置圍擋住嘅就係泳池嘅方向啦。如果喺我哋樓上嘅呢一個單位，我身後嘅呢一棟就係我哋今期加推嘅11棟嘅呢個單位啦。喺上邊有啲係可以直接睇翻一線嘅園林泳池景。如果係買西南朝向就高區可以望到一線嘅海景啊，或者係望翻立新湖嘅湖景，景觀嚟講咧係比較 OK 嘅。樓盤嘅情況咧，缺點方面 Amy 係諗到2個，第一個就係樓盤呢度嘅我哋叫陸路交通，即係平時如果你揸車出行可能會有少少塞車嘅情況，因為出面嘅鳳塘大道佢係一個比較關鍵嘅路嚟嘅，接壤寶安大道以及鳳凰立交過去嘅107國道，所以兩邊嘅車流量都係比較大，就造成咗呢條路可能平時車流量高嗰時就會有塞車嘅情況啦。因為 Amy 基本上日日都會經呢條路出去做嘢、出去拍片帶客嘅。不過呢個位置勝在就係離地鐵口好近，搭地鐵出行係好方便嘅。咁再嚟就係呢個位置周邊好似仲有少少嘅舊樓，或者係有少少嘅啲廠房喺度，但係啲廠房係完全唔存在生產嘅情況，可能有少部分係做咗倉庫，有少部分係做翻一啲譬如話改造咗做研發辦公嘅情況喺度嘅，係唔存在生產嘅情況。咁可能有少少輕加工嘅，都係冇任何嘅污染同埋冇任何嘅噪音喺度嘅。因為呢個片區已經係慢慢變做話比較成熟嘅居住區噶啦。再嚟睇翻優點方面，首先就係我哋叫剛需3件套配齊，地鐵口、商業同埋靚嘅學校名校在旁嘅。首先地鐵就係11號線嘅塘尾站，由呢個位置過去大概就3-4分鐘嘅腳程可以去到地鐵站嘅位置，坐11號快線。4個站到機場，6個站到寶安中心，7個站可以到前海。如果係翻關口，大概10個字可以去到深圳灣關口。如果由呢個位置揸車過去，其實係半個鐘出頭就可以翻到去深圳灣關口啦。去福田關口、羅湖關口啊，亦都係方便嘅，因為有地鐵，其實去邊度都差唔多。咁再嚟就係呢一度嘅商業係好靚仔嘅。樓盤自己係自帶咗有50萬方嘅灣區一方，亦都會引進奧特萊斯入住嘅。除咗話自己樓盤自帶嘅，對面仲有個華強廣場嘅購物中心已經開咗噶啦，入邊嘅業態亦都係好成熟嘅，好似有一共7層定係8層高嘅。咁加加埋埋嘅體量係有個10萬方左右，或者係1公里左右就有個萬豐海岸城，而家係有12萬方嘅體量，後期會再起多一 part， 加加埋埋係有20萬方嘅體量。咁佢對面而家亦都有個已經開咗業嘅山姆會員店，所以住喺呢度行商場有好多嘅選擇。因為我常逛開嘅就係呢3個商場為主啦，亦都係比較好逛嘅。咁再嚟就係呢度嘅生態環境亦都係靚嘅。咁譬如我哋嘅東南西北就唔係幾記得啦吓，一面係萬豐立新湖，一面係萬豐湖，所以兩邊嘅湖景，我哋如果係買翻呢一度高區西南朝向84平方嘅戶型，係可以睇到立新湖嘅湖景以及遠處嘅海景嘅景觀係 OK 嘅。咁如果係話望內園景就基本固定，買低區係會比較好啲，睇到比較靚嘅園景嘅。咁仲有就係我哋而家新加推嘅呢一個單位性價比亦都係高啲嘅，因為前期我哋賣開嘅10棟嘅一單元又好，或者前期嘅13棟啊，其他嘅樓棟都好，性價比嚟講都係冇呢一棟高嘅。咁佢總價低啲之餘，呢個實用率亦都係要更加高啲啲嘅。94平方嘅呢個戶型雖然唔係新規嘅單位，但係佢嘅實用率係同新規好接近嘅。
94%嘅實用率。咁如果係話對今期嘅視頻感興趣嘅話，屏幕上方有兩個二維碼可以掃碼添加 Amy 嘅聯絡方式。睇樓一定要約翻 Amy 會幫大家去劈翻個靚價，攞到最大嘅優惠。成交後仲會回贈家電禮包或者係物業管理費俾到大家。好啦，咁今期嘅視頻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覺得 Amy 講得仲 OK，幫手點 like 支持下，同時可以 follow 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持續更新深圳嘅樓市情況俾到大家。好啦，下期再見。